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，23节到24节。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5节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唯一的拯救。基督信仰的基础是两约，就是咱讲旧约甲新约。旧约的内容对10条诫会改变第1条，就安尼讲着。圣经讲：我是上主你的上帝，我捌带恁对做奴隶的所在埃及出来。我以外袂通敬拜别个神明。接续第2诫安尼讲，毋通为了家己做任何的偶像，也毋通来模仿天顶、地上甲地下的水泥任何的形象，毋通跪拜也是侍奉任何的偶像，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。我决断无用阮甲我对立的神明。怨恨我的人，我要处罚因，直到3、4代的子孙。但是听我遵守我命令的人，我要用慈爱来款待因，甚至到第1000代的子孙。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除了上帝以外，无有别个上帝，无有别个拯救。先知以赛亚伫这个以赛亚书45章第5节的经文安尼讲着：我是上主，无有别个；我以外也无有别个上帝。虽然你毋捌我，我要赏赐你力量。不但安尼。新约也有同款的记载，伫《使徒行传》记载着彼得的讲道，伫第4章12节安尼讲：拯救只有对伊来，因为天顶人间，上帝并无有赏赐任何其他的名，互咱通好借着伊来得救。以赛亚先知的宣告，伊讲：我是上主，搁再无有别个；我以外无有别个上帝。虽然你毋捌我，但是我要赏赐你力量。这句话的前1章，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在开始讲着这个概念。伊讲：上主讲，听啊！我的仆人雅各的后裔，听我的选民以色列的子孙，我是创造你的上主，对你出世，我就帮助你。毋通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你是我所爱的选民。我要降甘霖予打扫的土地。要互山无清流清水泉，我要赏赐快乐，互你的儿女，要赐福互你的子孙。你要滋润，亲像水边的青草，真无声伫河墘的这个柳树。人人要讲我属伫上主，因要加入伫雅各的队伍。人人要伫手骨顶悬来写着上主的名号，因要伫参加以色列的行列。因为上主唯一的上帝，因此就无有别个上帝，无有别个拯救，就是先知以赛亚伫这段的经文教导的重点。
除了上帝以外，这个天下会无有想数别个救恩。咱看先知以利亚甲巴勒个祭司中间的战争，迄450位巴勒的先知虽然人数真济，阵势真大，但是却无有办法赢过孤单一个的以利亚。为什么？因为因的靠山无共啊。450位靠着的是人手所雕刻巴勒的偶像，不但无有能力，搁较需要人来服侍来个扶持，也亲像法老王面头前遐术士，因甲摩西所代表上帝来对抗，变蛇伊嘛会晓，看起来好啊，亲像安尼势力平均。但是事实上，因却是兵败那山倒。类似的情景也伫10个灾难中间来显露出来。法老王的心态就是抓做家己的偶像会通赢过摩西迄个唯一的上帝，所以伊就一届搁一届挑战摩西甲伊的上帝。唯一的上帝看起来势力真单薄，但是却是唯一的上帝，唯一的拯救，唯一的倚靠。希伯来书嘛安尼讲，迄个唯一的上帝就是迄个伟大的拯救。圣经希伯来书安尼讲，因此咱必须爱搁较坚守所听见的真理，免得互潮流来冲走。天使所传予咱的信息已经证实有效力，所有无遵谈这个信息的人，已经受到应该得到的处罚。既然是安尼，如果咱忽略这么伟大的拯救，要安怎逃避处罚呢？自本身首先就宣告这个拯救。遐个听见的人也已经向咱来证实，上时上帝家己也用异能、奇事甲各样的新约来加强因的见证。伊阁照着家己的旨意，将圣神的恩赐分予咱。伟大拯救的意思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想述的来，唯一的拯救。希伯来书引用诗篇第8篇第40到第50的经文讲着，上帝并无有将咱所讲的遐个将要伫来的世界放伫天使的管辖的下面，相反就亲像圣经某一个所在所讲的，上帝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顾念伊；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关怀伊，你互伊比天使较佳，你用荣耀尊贵做伊的花冠，互伊来统辖万有。则讲上帝互人统辖万有，这真显明是包括着一切。但是咱现在并无人看见统辖万有，咱颠倒看到耶稣。伊一时去用放伫比天使较低的地位顶悬，通好借着上帝的恩典，为着万人来死。如今，咱看见伊已经经过了死的痛苦，来得到荣耀、尊贵的花冠。所指的就是上帝特殊的拯救，唯一的拯救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受苦所想述落来。因为耶稣基督嘛安尼甲咱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要借着我，无有人会当到爸遐去。恁既然捌我，也会捌我的老爸。对现在开始，恁就捌伊，而且已经看见伊。这是伫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到第7节。
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，对真远嘛看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，我休困，你拢在看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上主啊，我还未开嘴，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。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，你亲手来保护我。你会知捌遐尼奇妙，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去倒位，我才会当闪避你；走去倒位，我才会当闪避你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落阴府，你嘛伫遐。我若天色飞去，日出迄边，还是歇伫日头落山迄边，你拢伫遐。你的手嘛会引带我，你的只手嘛会扶持我。我若求黑暗甲我藏起来，叫暗暝甲我遮杂。对你来讲，黑暗无算是暗，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。对你来讲，黑暗甲光明拢共款。23节到24节，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考验我，知我的意念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，带我行永远的道路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上帝是遮尼啊疼阮世间人，甚至愿意差遣独生囝耶稣基督，成做世人的拯救。感谢上帝遮尼疼阮，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